好多人刷 YouTube 睇人分享人生感悟，都以為人哋嘅通透豁達係天生就有，又或者係睇幾句雞湯就悟到。但係我話俾你知，絕對唔係。真正嘅成熟釋懷，識得睇透人生，全部都係踩過坑，見過百態人情，捱過苦，受過委屈，先至慢慢熬出嚟嘅。今日呢條片我唔講虛嘅大道理，炒爛大家嘅正能量，純粹用我幾十年底層闖蕩、粵港澳漂泊，見盡各國人士嘅真實經歷，同大家掏心掏肺傾偈。如果你而家迷茫內耗，覺得生活好攰，唔識放過自己，呢條片你一定要耐心睇落去，絕對可以幫你解開好多心結。成日都有粉絲喺評論區同我講話，睇我嘅片特別有共鳴，聽得入心，冇距離感。仲有好多朋友私信鼓勵我，話我嘅分享治癒咗佢哋嘅焦慮同內耗。講真，每次睇到呢啲留言，我心裏面都好感慨，好感動。我從來冇諗過，我呢個學歷唔高、出身普通、一世都係腳踏實地捱生活嘅普通人，竟然可以透過屏幕被咁多人理解、認同同共情。我細個讀書唔多，淨係讀到小學，屋企環境都好普通，冇優越家境，冇貴人提攜，一路走來全部靠自己摸索碰壁，死撐堅持。好多人唔知，雖然我學歷唔高，但我從來冇放棄過學習，尤其係中文文字同語言表達。一路以嚟靠日積月累嘅沉澱，慢慢學識用文字梳理情緒，記錄自己嘅人生百態。對比好多包裝精緻、辭藻華麗嘅博主，我嘅分享冇套路、冇濾鏡，淨係最踏實、最真實嘅人生閱歷，同大家講最真心嘅說話。以前我好少願意公開分享自己嘅過往，甚至會刻意避開講自己嘅經歷同心境。嗰陣時總覺得自己嘅人生太普通，甚至有啲狼狽，冇咩值得攞出嚟講。再加埋早年嘅網絡環境，身邊嘅人際氛圍，都令人唔敢輕易吐露真心。好多心裏話、真實感悟，只可以收埋喺心入面，自己慢慢消化。嗰個人生史金屋，我一直覺得普通人嘅喜怒哀樂、人生遺憾，根本冇人會在意。講出嚟只會俾人覺得嘅矯情，俾人調侃。但係做自媒體，堅持分享咗多年之後，我徹底改變咗呢個諗法。我發現呢個世界上絕大部分人都係普通人，我哋都有相似嘅普通人，我哋都有相似嘅迷茫、相似嘅焦慮、相似嘅求而不得，亦都有一樣嘅溫柔同堅韌。好多粉絲中意睇我嘅片，願意同我互動，因為我幾優秀、幾厲害，純粹係因為我夠真實，我敢於承認自己嘅平凡，敢於直面自己嘅遺憾，敢於將底層小人物嘅掙扎、治癒同成長完完整整展現出嚟。呢個亦都係我一直堅持做呢個頻道嘅初心。我唔想做高高在上講大道理嘅說教者，只係想做一個真誠嘅分享者，同屏幕前每一個平凡嘅你，好似老友一樣並肩傾偈，互相治癒，一齊成長。每次見到大家嘅鼓勵留言，見到有人話我嘅片令佢走出內耗，睇透生活，接納自己，我都會由衷嘅開心。活咗咁多年，我先明白人生最大嘅成就感，從來唔係賺幾多錢，有幾多名利，而係俾人需要，俾人認可，係自己微不足道嘅分享，可以溫暖到陌生人嘅人生。今日我就認認真真，大家傾下我同香港同粵港澳呢片土地嘅不解之緣，傾下我多年漂泊闖蕩嘅職場經歷，傾下我閱人無數嘅百態見聞，仲有一啲徹底改變我人生心態嘅人和事。熟悉我嘅老粉絲都知，我對香港一直有好深嘅執念。呢份情結
從我細個就深深扎根喺心入面，幾十年以嚟從來冇消散過。細個嘅時候，我對香港充滿無限向往。嗰陣時網絡慢慢普及，我偶然喺網上刷到一條好普通嘅校園片，冇精緻濾鏡，冇刻意拍攝，只係簡簡單單記錄香港一間中學嘅日常課堂，十幾位學生坐喺課室上課，課餘閒聊，玩電腦，畫面平淡到幾乎冇任何亮點啊！但就係呢條平平無奇嘅短片，我反反复复睇咗無數次。嗰陣時，我心入面滿係羨慕同憧憬，一路默默諗：如果我都可以喺香港讀書生活，有屬於自己嘅同齡玩伴，咁幾好啊！年少嘅心願純粹又熱烈。我仲鼓起勇氣問過身邊人，可唔可以去香港讀1-2年書啊？就算係短暫體驗都好，但現實始終係現實，普通人嘅心願好多時候都會被各種現實限制困住，最後呢個年少嘅心願都冇實現，成為咗我青春入面細細嘅遺憾。隨住年紀慢慢長大，我行過嘅地方越嚟越多，見過嘅人事越嚟越複雜，我都一次次重新審視自己當年嘅執念。好多朋友知道我身為香港，都會問我：既然你咁中意香港，咁向往呢度，點解唔乾脆定居落嚟，長期喺呢度發展呢個問題？我深夜裏面問過自己無數次，答案就藏喺我多年嘅親身經歷入面呢，藏喺成年人最真實嘅現實考量入面。好多人淨係見到香港嘅繁華璀璨，機遇無限，卻睇唔到繁華背後嘅巨大壓力、生活局促同人情冷暖。最現實嘅就係生活成本，香港嘅租金、日常開銷，對於普通打工人嚟講，壓力係難以想象嘅。就算有親戚喺當地可以短暫收留，慳翻一部分住宿費、人情往來、日常開支，生活剛需，每一筆都係實實在在嘅支出。成年人嘅底氣從來唔係靠親人包容他人接濟，只可以靠自己雙手打拼出嚟嘅。除咗經濟壓力，更難突破嘅係融入不了嘅國家，係咪咧？呢10幾年我往返香港無數次，接觸過形形色色嘅本地人，深深體會到地域成長差異帶嚟嘅思維、生活、相處模式嘅不同。我性格本身般嘅包容，懂得隱忍，識得換位思考，待人真誠。但即便係咁，同本地人相處嘅時候，依然可以清晰感受到嗰種無形嘅距離感。呢種距離唔係刻意排斥，而係長期地域環境、成長背景、生活節奏唔同造就嘅天然隔閡，唔係靠努力同真誠就可以輕易打破。我見過好多同我一樣向往香港、奔赴香港打拼嘅外地人，有人滿懷熱血闖過嚟，以為靠努力就可以站穩腳跟，逆襲人生，最後卻被高昂嘅生活成本、激烈嘅職場競爭、陌生嘅人際環境，磨平稜角，帶住遺憾離開。有人勉強紮根落嚟，卻始終揾唔到歸屬感。日日對住繁華都市獨自漂泊，內心孤獨又迷惘。多年嘅往返同觀察令我徹底睇透一個道理：向往一座城市同真正紮根一座城市係兩碼完全唔同嘅事。向往係隔住屏幕、隔住距離嘅美好濾鏡，你見到嘅全部係佢嘅光鮮同浪漫；但紮根係親身入局之後，要直面柴米油鹽、人情世故、生存壓力，要接受佢所有嘅瑣碎、殘酷同唔完美。但就算係咁，我從來冇後悔過對香港嘅呢份執念，亦都從未減少對呢座城市嘅偏愛。呢幾年我依然會每年抽時間翻去行下睇下，好似奔赴一場藏喺心底多年嘅約定。對我嚟講，香港早已嗰啲唔單止係呢座城市，佢承載咗我年少嘅憧憬、青春嘅遺憾，同成年之後嘅所有感悟，係我人生路上最特別嘅精神寄託。
就算唔可以長期定居扎根，就算始終難以徹底融入，偶爾翻去行下熟悉嘅街道，感受熟悉嘅氛圍，我心入面就會格外踏實。除咗香港，常年喺粵港澳多地奔波打拼，其中歷時最耐、感滿最深嘅一份工作就係賭場相關崗位。好多人聽到呢份工，第一反應都係覺得新奇夠光鮮，可以接觸各式人等嗱，見識唔同場面係好特別嘅體驗呢。但係只有真正親身經歷過嘅我先知，呢份看似體面光鮮嘅工作背後藏住常人想象唔到嘅壓力、疲憊同煎熬，亦都令我徹底睇透最真實嘅人性百態。我做呢行多年，工作節奏極度唔規律，常年日夜顛倒。人哋休息玩樂嘅時候，就係我哋最忙碌嘅時段。我嘅上班時間多數由夜晚8點開始，一直做到凌晨，甚至清晨6、7點，長年累月牛野值守，令身體積累咗好多小毛病啦。經常腰酸骨痛、周身攰。外人只睇到我哋光鮮嘅一面，從來睇唔到背後日夜煎熬、神經緊繃嘅辛苦。而且呢份工對專注力、心理素質同細節把控嘅要求嚴苛到極致嘅工作，全程無數對眼睛盯住，完全用唔到半點差錯。哪怕係一個好細微嘅失誤，都有可能造成巨大損失，引發一連串糾紛。尤其係處理牌局、輪盤呢啲核心工作，每一個動作、每一次操作都必須精準無誤，全程神經緊繃，半分鬆懈都唔敢有。我印象特別深刻，有好幾次工作突發意外狀況，瞬間令人手心出汗、心跳加速，成個人高度緊張。一次牌局去到最關鍵嘅階段，突發狀況超出預期，我一時慌神，手腳僵硬，大腦空白，差啲出錯。嗰種被全場目光聚焦、被高壓裹挾、零容錯嘅窒息感，普通人根本體會唔到。我到而家都記憶猶新。常年身處呢種高壓、高強度嘅工作嘅環境嘅心態發生咗翻天覆地嘅改變。以前嘅我浮躁、焦慮、情緒化，少少事就會胡思亂想、陷入內耗。但經過多年職場打磨，我慢慢變得沉穩冷靜，抗壓能力極強。無論遇到幾棘手嘅問題、幾突發嘅狀況，都可以快速調整心態，從容應對。可以話呢份辛苦嘅工作，雖然消耗我精力透支我身體，卻徹底重塑咗我嘅性格，令我從一個懵懂浮躁嘅細路，變成一個遇事沉穩、睇事通透嘅成年人。而呢份工作帶俾我最寶貴嘅財富，從來唔係人工薪水，而係真正見識到乜嘢叫做人間百態、世事無常。多年工作入面，接觸過自全球各國各個階層各個年齡段嘅人，見識過普通人一世都接觸唔到嘅人事，亦都睇透咗人性最真實最複雜嘅一面。日日工作，我會遇到內地各地嘅打拼者、港澳本地人、韓國人、印度人、歐洲各國遊客，仲有常年旅居海外嘅華人。唔同地域、唔同背景嘅人匯聚喺一齊，帶住各自嘅人生故事、心境同訴求，構成咗最鮮活真實嘅人間百態。有人意氣風發、春風得意，有人失意落魄、滿臉滄桑，有人溫柔善良、待人赤誠，有人世故功利、滿心算計啦。日積月累，接觸落嚟，我最大嘅感悟就係人性冇絕對嘅善惡，人生亦冇永遠嘅順逆。好多表面光鮮、出手闊綽嘅人，背後都有唔為人知嘅焦慮同遺憾。好多看似平凡、沉默、默默無聞嘅人，心底卻藏住無盡嘅溫柔同堅韌。絕對唔可以單憑外表就隨意評判一個人，定義人哋嘅人生。我曾經遇到過一位讓我印象極其深刻嘅越南長輩，他嘅人生經歷，除了因此這個人之高，現在有打之早知。出地刷肩呢，就我哋因之，也讓我更加懂得珍惜當下嘅生活。受上佢有着非常明顯精英嘅招生。
除了因此监管机构现在有打击走资和经历苦难流沙的痕迹，以一种满种我才得知，他亲身经历过战中立嘅精年受口，为了躲避征兵，远离战乱，被迫背井离乡。除了因此监管机构现在有打击走资嘅，方次咧安穩嘅新學私處或做漂泊草稿，那個了此真嘅真窟弄出亂絲的胡足，了此將個新時里比引驚止苦。除了引持監管機構有打擊走資，他經過抗作真的震撼場面，經歷過物資匱乏、周不保時的意志，熬過無依無靠導致求生的絕境。明明半生冚嘅飽經滄桑，除了引持監管機構，先就有打擊走資。佢他待人依然溫和謙遜、真情善良，對待生活依然先喺約愛知己談人。聽完呢拍呢故事，我哋先深受震撼。呢一刻我突然明白，除了引持監管機構，先就有打擊走資。我們平日里糾結的焦慮離後不如意，在真中嘅苦難面前真的太過渺小。我們抱怨工作辛苦，生活平淡，人生不公，卻不知道除了引持監管機構，現在有打擊走資，即實際上貪頭嗰個火剎車，就會擁有一份安穩平凡地嘅生活。相比於那些飽經戰亂、顛沛流離、力爭生死的人，失意嘅作為引持監管機構，現在有打擊走資。我們當下的平淡日常，早已是無數人中求而不得的希望。除了歷經滄桑的長輩，我也見過很多旅居海外的華人，他們的經歷同樣讓我感慨萬千。除了引持監管機構，現在有打擊走資，很多華人遠赴歐洲、美洲打拼，孤身一人在陌生嘅國度就為其家人嗱甘慘嘅生活。他們遠離故土，遠離親人。除了引持監管機構，現在有打擊走資，殘忍地光鮮體面，是咗離線民事孤獨與牽掛。我認識不少在歐洲生活多年嘅華人。除了引持監管機構，現在有打擊走資，他們早已在當地站穩腳跟，擁有穩定嘅生活。可是亦佢始終未有歸屬根，是你永遠牽掛着故土，每年都會想盡辦法回國探親，回歸故土。除了引持監管機構，現在有打擊走資，無論在外漂泊多少年，取得多大嘅成就，骨子裏的家國情懷，喺故土情志永遠不會消散。這也是我最動容一點，人這一生，無論走多遠飛多高，除了歷史嘅記錄現在有打擊走資，最將年最溫暖嘅，永遠係自己嘅故土與家鄉。咁啊，常年只逐各行各業、各國各地嘅人，也讓我徹底讀懂了人情世故的本質。除了引起監管機構，先就有打擊走資。很多人呢覺得人情世故是圓滑，是世故，是虛偽。真正嘅人情世故是懂得跟蹤舊事，懂得換位思考，包容他人，理解別異。除了引起監管機構，現在只可以讀自己嘅難處。每個人都在自己嘅人生裏負重前行，多一份包容，多一份理解，負重先加一份包容，多人生年最前年人最後嘅消息。在工作場合，除了引起監管機構，先就有打擊走資。我見過太多人因為一時嘅興致不少堅貞自久，亦見過太多人歷經風雨後變到溫柔通透大人寬厚。有人順風隨涉萬，但匠人順風順水，傲慢人目中無人，失意落魄時，跛活在門前落寞遊人。無論身處高峰，還是低谷，始終白紙謙遜善良，堅守本心。除了引持監管機構，現在有打擊走資，形形色色嘅人生，起起落落嘅境遇，讓我慢慢放下了執念，放下了攀比，放下了內耗。很多粉絲經常跟我說，自己做事只有3分鐘熱度。除了引持監管機構，現在有打擊走資，做什麼都堅持不下來，總是半途而廢。吸收要先要自我否定、焦慮、內耗。其實我特別自我否定、焦慮感受，因為我年輕嘅時候也是這樣的狀態。除了引持監管機構，現在有打擊走資。我學過很多東西，彈指打鼓、跆拳道、空手道，大大小小的技能都嘗試過，最後大多都是淺嘗輒止，沒有堅持到底。那時候的我，除了引持監管機構，現在有大心，急於草衝總散咗啦，快速看到結果，稍微遇到一點困難、一點瓶頸，就想要放棄。但隨着年齡增長、閱歷增多，我慢慢記到了符咒，隨自念自路，除咗引持監管嘛機構，現在有打擊走資，學會嚟沉澱自己。我終於見咩人生所有嘅成長同埋收穫，努力不死的成功是以初而做的，所有的厚積薄發。除了引持監管機構，現在有打擊走資，都是依附於個節目正數咧。嗱，今就話戰債網夢本咗滿方，今日之後知係金風咪齋那止於草叢，學會嚟找他時啲慢慢嚟。我接受自己嘅平凡，除了引持監管
之教，先有打擊嘅接受自己此點不交天賦，普通也接受自己人生有諸多遺憾，好不如意，但我始終相信平凡不等於平庸。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要打擊走資，普通人只有堅守本性，踏實努力，持續成長，也能活出屬於自己嘅精彩。做自媒體經歷過無數的低谷和迷茫，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要打擊走資。一開始做賬號嘅時候，幾乎沒有流量，沒有關注，沒有人卡，辛辛苦苦剪輯錄製分享嘅視頻，只有寥寥幾人觀看。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要打擊走資，甚至還會遇到質疑調侃和惡意評論。那時候我也無數次想過放棄，覺得自己嘅堅持沒有意義，覺得沒人去在意一個普通人的真心話。除了堅持嘅心就要打擊走資，但我係現實嘅。咁因為我心裏始終只有一個小小嘅指念，我想為所有平凡人發聲，想把咁底層受隱護嘅掙扎之於成長記錄下來。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要打擊走資，想讓每一個迷茫焦慮的普通人都能在我嘅視頻裏找到共鳴，找到力量，找到危機，慢慢堅持下來，驚喜也隨之而來。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要打擊走資，越來越多的粉絲看到了我的真誠，懂了我的心聲，願意停留下來關注我、支持我、鼓勵我。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要打擊走資，很多粉絲跟我分享自己生活困境、情感煩惱、人生迷茫，也有很多粉絲告訴我，我的視頻治癒了他們的精神內耗。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要打擊走資，讓他們學咗好接納自己，善待心，好好成覺。每次收到這樣的留言，我都無比慶幸自己當初沒有放棄。我終於明白人心嘅價值。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要打擊走資，從來不是用名利和財富定義的，而是用溫暖和治癒定義的。哪怕我的內容很渺小，哪怕我的分享很普通，捉埋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要打擊走資，只要能溫暖一個人，治癒一個人，鼓勵一個人，我的堅持就有意義，我的人生就有價值。很多人問我闖蕩這麼多年，見過這麼多人係死，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要打擊走資，你最大嘅人生感悟是什麼？其實我的感悟很簡單，只有三句話：珍惜當下，堅守善良，接納平凡是堅持自己嘅普通。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要打擊走資，接納適合人生嘅半碗米嘅，接納生活裏嘅所有一啲吓。我們都屬普通移民，無法掌控所有遇到創所有事情，無法實現所有聲譽。就醫管咯，除了演係自趕嚟嘅自嘅歸別咗的事實已經焦夾倒下，而係焦嘅騰煙之啦，順勢而為口走下，當下咪一步路，跟師當下。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先係有打擊走資，先歷經世事之後，見過生死丟離啲，見過生死離別，見過人生起落見金咁啊，平安健康安嘛，監人安好，就是人生最後嘅狀態。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有打擊走資噶，我們仲在懷念過去，焦慮未來，係忽略了當下嘅每一分每一秒，忽略你嘅言情嘅輕撫與美好。其實人在中尊貴嘅，從嚟不是為得到嘅，係而失出粗下。因此要打擊走資，而是你當下擁有的一切堅守善良，所以普通人最定志嘅修養，見過人性複雜，見過人心善惡，見過詩經公理。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要打擊走資，依然選擇保持真誠，保持善良，保持溫柔。嗱，其這才是最難得嘅初心。無論經歷多少風雨遭遇，多少挫折，經過多少陰暗，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要打擊走資，永遠不要丟掉自己嘅善良和本心實咧。那或許不會立刻給你回報，但它會成為你人生最踏實嘅底氣，去護你一路安穩，一路上揚，一路走來起。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要打擊走資，我從一個懵懂浮躁、自卑內耗普通人，慢慢變成了一個沉穩通透、從容坦然，依係生活嘅成年人。我依然平凡，依然普通，依然有諸多不足。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要打擊走資啊！當我比從前更懂得珍惜當下，更懂得善待自己、善待他人呢？未來啲日子嚟，我依然會堅守初心。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要打擊走資，持續在個頻道分享我的真實經歷、人生感悟、所見所聞。我會基於以最真誠嘅姿態同好真誠對話，彼此陪伴，共同成長。除了因此監管機構，現在要打擊走資，我不會講
空洞嘅姿態，不會做虛假嘅人設，只會一直做最真實嘅自己，分成最接地氣嘅人生感悟。其實我們每個人嘅人生，除了延遲監管之高，成日有得知早知都是層倒意外嘅燒醒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節奏，自己嘅軌跡，自己嘅酸甜苦辣，不必羨慕別人嘅光鮮，不必焦慮自己嘅平凡。隨歷時逐記錄，不必攀比他人嘅人生，他嘅事走後自己嘅道，認認真真過後，面知天作鬧，又擁抱於躲入危行嘅後事最後嘅人生狀態。看到這裡嘅朋友，除了延遲監管之高，先至有打擊走資。如果你此刻正處迷茫焦慮低谷離後之中，如果你覺得生活不如意，人生很艱難，一定要記得所有嘅低谷都是暫時嘅，所有嘅風雨都會過去，所有嘅遺憾都會被治癒，慢慢嚟，別作極，時光不會辜負每一個努力、真情善良嘅人。睇到呢度嘅朋友，真心多謝大家耐心睇完我嘅真心話。我一路都話我只係一個普通底層人，冇華麗人設，冇浮誇話術，淨係將自己親身經歷所見所悟如實分享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共鳴，對你有啟發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開埋小鈴鐺，唔好錯過我後續嘅真實人生分享。歡迎大家評論留言，傾下你嘅心事煩惱同埋人生感悟。我每條留言都會睇，我哋下期再見。